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各本培养师看福起来的。大家当初是包的么？又是饭还是面呢？讲到要个饭啊，我哋的米有葱呢，有蛋呢，有盐呢，有扁呢。对头摆啊，一年这样数一摆，我哋更加时代的进步，我哋农民朋友一定的厉害哦，一年可以数到200甚至于讲300呢。也为到安尼我哋要好食的米啊，我哋就期盼比赛，不过要比赛内容系乜嘅呢？我哋根本就特别邀请到对一个米啊一定的了解，我哋菜地好朋友来到节目地边好好同大家分享哦。马上就来分享佢哋吧。首先来分享我哋吴总贵阿爸。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係米農台嘅吳總貴。好，多謝阿爸，再來係我哋米農農會嘅代表總菲利。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米農農會嘅菲利。非常兩位哦，那呢首先，總管好。主持人好，謝謝。阿爸，我安定一下，根本你會做一個三夫嚟到我哋節目地邊，我哋唔係喺訪問米嘛，應該係農民朋友啊，係做軍人嘅吧？因為我在軍中服務退下來嘅，因為我以前部隊有嘅同事講我一定士官長退下來還會種田，我愛做教務上台，表示講我軍人啊，還會耕田。原來係安尼樣嘅原因咯。阿爸，阿姑說唔做到樣嘅三夫去兩種，而咪在關鍵嘅時間都要做一身三夫哦。係，因為我做一身三夫啊。我感謝米農啟動起所有工作人員，我今日昨日佢副上台嚇，表示啦講我學習來種米，係因有機會得到一個冠軍。哇！真定真係，安尼上台嘅時候做一身三夫，應該全部人都看唔嚟吧？目標就看到我做教苦嘅，用下安慰耕田啊！安尼聽講啊，我咪係連續300都得到冠軍。嗰時候大家一看到有做一身三夫都知啊，今年一定要係我哋吳總貴阿爸嘅，錯冇？真是咧，阿爸，你個年啊同三夫保持啊實在怪好呢，難怪可以做上去2種哦。我都更加很做嘅錯，要安心。因為我在軍中服務嚇，因為實在按到農民種嘅米，講我今日退下來，想我愛回饋農民辛苦嘅，講我都慢慢嚟學習。嗰個啟農會有幾番嘢嘅安尼嘅評比，我嘅興趣我都參加過，種子不種量，因為我有，反正。嗰種退下一身輕，耕田啊，嗰個鍛鍊身體。有個原因也係得獎嘅感想嘛，係咪？也得到感想嗬，非常嘅農業先嗬，特別好。同人哋做邊嘅時節咧，嗰種得獎嘅感覺有強樣冇？冇強樣。嚇，用白講。因為農民嗬得獎嗬，未傳嘅。米農啟動會上台，適合米農一起食嘅小米，好食。嗰時我要繼續過嚟種本大家分享。軍中嘅得獎係自家嘅，也係一種榮譽啦。不過人哋農民種米嘅得獎係感覺講我可以分享本大家，係更加一個歡喜更大的一個榮譽安尼嘛，菲林講到有個比賽啊，米農農會做乜佢會辦一個比賽，請人有辦嗎？其實一個比賽係咧全國都有辦啊。頭到阿爸伊講啊，佢強勢啦其實伊參加比賽嗰度擺，伊也得到有300，按多年也得到300冠軍真是冇簡單。因為從我哋認識阿爸以來伊有參加嗰度擺嘅米比賽，伊唔知嘅，伊會去屯老農前輩去問你啊伊從比賽嘅時間，我哋人數含前報名報唔拿擺，伊會講萬一來家嘅米唔會炒哦，我哋愛去請幾人來比賽哦，還會推薦人咯，佢從伊係嚟主辦咯，邊個嚟很認真啊？佢新嘛其實就本來人佢感通嘅就阿爸他唔會嘗試啦，按過伊個熱心，伊會見到看下萬年嘅米，萬年嘅田球，上嘅安尼種嘅無嘅大滿等子，他又覺得唔係講伊係你嗌對手，伊講希望大家來參加，本一個比賽可以辦起來。
哦，佮说阿爸佢唔係但將講伊早即個好都好，佢係希望講大家面容安尼強下來好。係啊，安尼非典，安尼面容會辦一個比賽啊，佢比嘅內容係乜嘅？啊時間用乜嘅時間開始嚟比啊？哦，因為一個比賽吼，其實係呢全國性的，我哋今日比嘅係呢鄉鎮賽，鄉鎮賽近第一名，伊會去到安尼全國賽，係鄉鎮賽我哋一般面容出差唔多5、6年嘅國步，所以我哋可國步以後，也呢國以來我哋所謂判第一個鄉鎮賽的那個評比，鄉鎮賽出來，出等大家全國的第一名攏先出來嘅，出差唔多。9年的、10年的會判安尼全國比賽。哦，安尼時間還幾久呢？吼。一個時間，其實我哋南部判安尼比賽吼，就因為我哋先國步，所以變成我哋屯北部的安尼骨吼，就保存就是非常重要，要把它保鮮安尼。哦，錯甲無等下我哋比啊，還會今年係新鮮，我哋咧無新鮮咧。啊，唔過當然有個比賽有個咪啊，今年係看做出來萬年國好是係像安尼嗎？哦，其實我哋比賽吼無咁簡單哦，因為我哋體育館我哋評審。做農糧署的專家啦，各種從的欣賞啦，吼，也我哋有請個評審，伊有到每一個參賽者幾片去看伊的田球，係，第一個要看伊的模式有獎模，再來看伊曬田啊，還有病蟲害管理啊，出一些很細節的地方，好去選出那個決賽的那個入圍者。哦，嗰個體育界團唔係係看見人用辦做嚟個好事，係行去見人嘅田球地方，看見人嘅田球上緊用嘅，又管理到好冇，哦又請獎冇安尼嘛。係哦。哦，咁麻煩咯，體育界團都真係嚟做嚟是咧。係，體育界團出我哋都官人評評啦，我們叫做官人評評，出以愛體育愛看伊米有獎冇，糙米有獎冇，有強力冇，好啲米的大小是不是很一致，然後漂不漂亮再來就是評審，我哋愛試吃的話，我哋愛請專家來煮飯，就給煮飯每一個選手的，因為我哋唔啲嘅阿爸嘅米都帶行的一道好，所以我哋就是都是盲樣的，就是每一類以煮飯的時間都要一致的標準下去，煮出來飯讓本欣賞員去食。係啊，我都想講，一般煮飯嚟講，我哋米咧人煮出來嘅飯，哦，水多差唔多嘅，有米咧無共用，煮出來嘅飯都無共用啊。假使講唔係強咧人煮嘅，按人比賽都無公平嘅。係啊，也有一個標準啊，要稱一道，也要稱重哦，稱重啊，用一道水，好，佢水量還有安尼時間，好，然後要強下，總唔得有一些安尼嘅時間差啦。安尼人咧米除了有個冠軍啊、第一名安尼之外，有像一般的比賽有實際講最佳人氣獎本一般的民眾來投票嘛。其實吼，我哋咧比賽米出來，出嗰度消費者會問，我哋想要買今年的比賽米啦，所以其實我哋明年的冠軍都是最佳人氣獎。安尼，大家安尼一定都很識貨。第一排都講，我哋一定要是第一名嘅，因為如果第一名，人氣一定很高嘛，就唱安尼。阿爸工作真係繼續嚟搶高你哈，這個當時啊，對下來，我想我嚟耕田哈。做嘛嘅為這個我想講，我哋耕田，對下來應該有講，應該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應該可以去遊山玩水啊。做嘛嘅我想到要繼續嚟耕田工作咯。因為我嘅田嗬，係你我嘅父母親留下來嘅，講我咪耕田嗬，我跟進退下來，免得耕田嗬，對也有興趣。嗰個入邊我會參加比賽。我就看到電視報紙講，連樣要參加比賽，我就興趣，我就對於農會報名，報名就係幾廿擺都是優勝啦，嚇，冇法度講得冠軍。後來我就想辦法講偏人有法度得冠軍，我也想辦法就得冠軍，讓我去來研究。讓我嚟工作，讓我去管理，讓有機會來參加一個比賽。我很後生，做得腳步退下來還會耕田，表示啦，我還有個體力，對農會也有貢獻用啊。我種到一次次冠軍米，
农会哈，给卖出的米哦，像今日是讲啊米农的，一时期的安尼蚵啊小米哈，青好色，我开始看到，还有报纸看到哈，俺米农一时期的米相当的好，相当的好色。哦，原来安尼，佮说头摆退下来之后，迄看到路卡本上路很有田吼，阮去放下台个亲唔攀得，我想讲我爱继续来耕田啊。结果耕田之后开始有参加比赛，发现到俺唱优胜唔系冠军啊，唔甘严重吼。安尼啊发阿爸唔可以看人家冠军用办去种无嘛？有哎哈，试下去个田间管理、气候管理，嗰个还有空哈。我要去参加录一批嘅，讲俺用嘅种田，古代吼，我都写日记，用嘅今批天气唔好，落雨一到，全部有记录。嗰个我食品有记录，1分地1多公斤，嗰个有凡事都爱田间吼。有时间到一看，讲啊哦，我无诶，身中都用诶是这，我有一观摩骗人咧，骗人无按好，我用贴手皮啊用诶，有一算日期哦，买个嘢一加皮，一看无色，因为啊嗰种意思吃得无色啦吼，真放松，吃唔好照顾，伊个米哦相当诶好食，有效。所以我都觉得啊，也吼，我做出来本全家他敢认识，俺米农米嘅好食的冠军米，人人都对也出来啊。阿爸真是。嗰個咧，糖豆也嘅都真是講，人家國先都係軍人咁樣，但人家種無嘅種好嘅，規行去寫日記，喺寫報告每條都同佢記放來，哇，真認真，真認真寫個。哇，觀眾朋友，唔看人哋阿爸係咪真認真，真認真寫咧？唔過佢種出來，米冇簡單哦，唔過底部還有兩版嘅故事呢。人哋休息一下，練比賽，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前面谈嘅菲林同阿爸给人带来很精彩嘅故事啊，还有那个神奇嘅故事呢，继续来请教阿爸吧。阿爸，前面有讲到啊，退伍之后归来吼，继续来耕田嘛吼，啊，点解唔能田耕一度面积一发的呀？一田就退分有7分田。7分田哦，7分田一开始都因为头都谈到讲啊，种嘅米，其他品种係米农嘅147，更加最流行嘅米嘛，錯。開始種嘅高雄145。係講開始嘅時候做係145，唔係更加147。唔係。安尼阿爸，安尼平時啊，因為唔講係嗰時隻經驗係冇按到嘛吼，因為學同其他農民朋友學，平時還可以同其他農民朋友交流嘛，唔咪調成腔下講，人哋米要用嚟去改良，唔咪有一個團體安尼方式來交流嘛。因為各人的安尼個田球嘅土質無共樣，我愛現場去看也無嘅。看到也無去，我也去到伊樓下拜訪伊，講啊也無會按好，我也無會用安尼唔打敗皮，按減按食皮，講係古代時節啊，也食皮少量多餐，做唔得講啊我這邊吃得按飽，按比較冇食，做唔得少量多餐，看田球方嘅安尼個。無嘅成長，無聽見講啊，我無嘅一按無嘅愛露水嘅，要當作皮料就嘢，都容易多得同一片啊。記住，唔係講啊皮料有配合講嚇農會上課嘅人哋標準嚟食皮啊，90%都有希望。
哦，阿爸有通风咧，种自家爱无的，种遐条面啊，当做自家爱孙的安尼照顾你。我本其实养己热的吼，又养己热的偏偏过去同佢照顾。安尼有拄到个去请教嘅农民朋友，佢判得同其他嘅方法，其他嘅秘诀同讲嘅冇？有拄到过冇？因为以后就还有部分有保留的。哦。但是保留哎。古代时代你的保留还有其他用的方法来补救。自家会去试验看哪些样办安尼一定都来请教菲林咯。菲林头阿爸有讲啊，最头下其迄种迄15嘛，后尾是改种147，迄农会开始在推广嘛，含迄讲唔能在唔能推广之前，阿爸其实都种147的。其实应该係講我哋米農有稻米產銷去做集團產區，我哋咧品種其實攏係對高雄改良廠、高雄改良廠去片來嘅，係出一個品種愛育成伊唔係幾簡單嘅，因為一個品種它要成就它的特性它有父本跟母本，然後花了10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夠去有一個品種的那個出來啦。一開始我哋從我哋民農開始種145嘅時節，其實145當然民農人嗰度人還有消費者攏個愛食啲品種因為吃起來很有自然的飯香，又軟又保存性也很好。缺點就是頭到阿伯講嘅，就是落粒性太高。嘛個用到落粒性？落粒性出講割無機去割無嘅時節有冇？以黑它的那個枝梗，它比較不會，就是輕輕一動，它可能就比較容易太成熟，它就落在地上了。它收成就會比較不容易。不過安尼唐風來強同意下，給都拖下來。對於人哋農業唔啲人來講，是不是這樣子？都唔是人家講拖好還是什麼就？割下來倒一倒，佢都掉下來啊！唔過因為見到機器，有啲人很誇張，伊講風吹下來，伊出跌下來。這個真是都假使講風吹，捱無的全部跌下來。其實一株很可惜啦，它就是伊個品種特性很棒，但是就是這一個點，就是農民會唔判得，因為如果看割來嘅數量其實數上係唔會差，唔過伊迄度田球看割無迄個就含割到割留啊提田球伊會唔判得。係啊，嗰時候更加因為改良之後，147就等於講係145嘅2.0進化版都錯嘛。他的祖先他的爸爸媽媽其中有一個是145，然後也再來出改良廠，他給它加了一點香味。它的另外一支就是台農74，其實香米聽我哋米農人來講傳統的香米我哋米農人是唔到關啦，因為伊嘅有味米特殊。有味米人家講我哋示範還係是有味咯。伊煮的時節當然香，試的時節嘛會有啲有味米個醋，唔過改良過的147個特別出米農人伊批的都有味米，試的時節出淡淡的那個味道，反又個甜個軟，所以便是米農人可以接受一記。所以我哋專區迄邊囤100空一年開始種147，按過145幾個時間嘛有種，到100空3年，咱開始大家攏可以接受，有我哋7家人有愛食，所以我哋100空3年就全部我哋出搶開做147安尼。嗰時米農更加全部大部分來講攏係147嘅。我哋開做出147，剩的出9公量。安尼菲林繼續來請教更加我哋第一講農業啊，非常的在意講我哋食品的安全嘛，嗰時候有推崇嘅產銷履歷產銷履歷一個部分，嗰時候我哋高雄147一個米啊，然後農會底下全部都有產銷履歷嘛。因為我哋其實產銷履歷出我哋會拜託農民伊來參加開做嘅時節，一定要做伊個記錄，做乜嘅出我哋要團員做產銷履歷。也有產銷履歷，消費者去買到一個米有冇？它因為有一個基本的安全的把關，像伊用藥嘅啦、皮料啦，再來出伊採收以後，伊還有做檢驗，所以
俺的米，那会有个第三方认证的那个把关呐。哦，安尼谈好咧，对阿伯来讲应该冇问题，因为佢平时如果在写日记、做报告的啊，嗰做佢爱来做一个产销履历，应该够简单。都交佢讲用个表格去记录，安尼都可以嘛吼。阿伯本身对一个产销履历啦，应该做好了，比其他人够轻松吧？够轻松。我日记吼。随时翻开来，都看得到俺都是。当个写得慢慢哦，莫个一道分去做的，莫个皮料一道变安尼。我爱产销履历哦，送到农会地理小队啊，一种字啊写满满。嗰时候其他农民朋友你咧帮忙上忙的吼。可能老前辈也弄过你第一好有演出一种字弄记啊满满，啊送过来就是比俺的休上个韩国会记。安尼阿爸，当时嘅产销履历的部分，喺自家上到去报，也係讲农会同建议讲可以来参加一个产销履历啦。因为农会哈有贴广告，贴啊报纸哈，各个农会有去上课时节头有推广。讲啊，也拜马个人开始报名，报名的只有报名。嗰时候有看到有个印象讲，哎呦，其实我个米按好都可以来参加一个嘛吼。安尼菲利，像阿伯啊，佢至少这个本身都有一个概念的。啊，有个农民朋友讲，佢还冇想要来参加产销履历，唔知在推广的时候有遇到安尼困难冇？其实各种农民会讲产销履历，还咧讲麻烦呐。俺能出推广最简单的出题的皮料，我记起来，还有使用嘅时间要记起来。好，出亚量方，那所以俺们的产销履历，如果是按照公司的，也会喷，所以俺们就尽量把它表格化，送他们研究给我嘞，其实记录一下。好，就干数过1000干那种交过来，他们的产销履历登记也算是可以做完。你一个产销履历啦，其迄每礼拜、每年还一个每年都在做记录，还一个有某个时间。每一季。每一季。所以俺们无会出1年到6年份嘛，伊呀写条地步，当然像阿爸可以做。越详细越好，他是模范生啊。对有的位唔识讲呢，他真有的老农民真是伊嘛唔识事诶，能讲唔怕一个肉嘅皮料唔去买肉嘅时间要计开单呢，带来农会爱干写上去嘛唔怕。就尽量该用门的方式，不会过冇按有负担呐。就像阿爸基本上有一个经验的，能辅导方来个轻松嘛。不过其他像唔睇到有讲的，佢唔是咧，农会也要辅导佢，天数同佢写一个表格。同样记起来。阿爸，安尼唔睇做一个产销履历的时间，应该够轻松吼，冇遇到某个困难吧？唔会困难，因为我平常日记有标明讲来平日爱食品是1道公斤，嗰个爱杀肉的时阵，我要天桥观察，讲爱无诶，有安尼个速度，安尼个同一片的18发点的时阵我就要去农会去买伊个有一个标的，我就带那标的去农会买个4片的农药。嗰个也有个标的，空啊摕个，我挑肉的时候，要挑个标的比例，1道公斤挑1道肉的，才不会也不会肉害，也不会农药残留，全部有把关。哇，真的是喺模范生咧！阿爸，我喺身上同人嘅农民朋友推广过，大家乡下来参加一个产销履历冇？有啊，有天批啦，嗰后生嘅。我要看人嚟無嘅，可能講哎呀，明年啊，來年年能參加安尼比賽啊，手提2獎幾好啊！明年農會明年有幾拍啊，真來去也唔拍啊！我愛去唔得冠軍，我講人嘅東西我個人嘅心思，我講又唔係講我明年得冠軍，又係要經過評審。嗰度把關，係嘛？我講緊人，他家上台一本呢個美容千農會伊個帶
带动个观光，大家来参加。嘿，系啊，观众朋友听到也咩，嘿咩对，俺的阿爸真是感觉真佩服咧。对俺的米按用心行去做三手礼，对俺的食品安全有把握不？更多精彩的故事，俺哋休息一下，继续来分享。前面谈的阿公从俺的菲林小给按到毛腔的故事，不过俺刚刚最神奇最好奇的讲，俺的阿伯啊，佢一年的工作的行程系乜嘅？继续来请问佢呀好。阿伯，头先有讲到自家在工中一到4时间退下来在工中啊。我一工中服务35年，退下来时间，俺慢慢的学钢铁。差不多1到4时间。58岁。58岁，俺更加看来差60人岁啊，俺更加1到4。今年76个。哎呦，都看不出来保持的按俺礼拜去钢铁的时间，差不多1到点开始，一年的行程去样板，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我工作生活过保持，差不多9点多睡梦的枕头4点起床。起床嘅，我都作係去運動幾類嘅，都作揾個儀式去田港溜一轉，溜一轉幾類用樣嚟做其他事情。難怪你看按你像可能群眾咁樣規律的生活啦，嗰個難怪可以保持安健康，看唔出來更加70歲嘅年紀。不過更加可能第一講甜食啊，尤其係熱天的時間一捏的，阿爸，你自家去夏天的時間要注意呢，莫去熱到會中暑呢。因為我要開氣候，我如果嘅這個時間要去田房留一陣幾類嘅，嗰個要做我自家這條，嗰個像唔愛樹皮啊，做唔得整唔得樹皮，因為樹皮一壓呀，要滷水，嗰個皮粉啊會掉一啲葉啊會辣到，最好要下豬頭。嗰時候我大早上來，運動下來去看一下天氣嘅，不過冬豬頭最熱的時間你都唔可以去看，到下豬頭嗰涼的時間才去再看一擺安尼啦最多以前咧看新聞的時候，會聽到講有個年紀過大的農民朋友冬豬頭的時候去田球的地方熱到都昏喺度真是聽講我哋阿爸人有種樣的熱到哩，安尼規早嚟問一下個菲林講除了阿爸佢能用心種出來按到按好的米，我哋現場也看到的米啊，係咩供應到係阿爸佢種出來嘅，也係一個農夫更加包裝嘅產品，也都要按嚟，同大家紹介一下好冇？我哋民農夫嘅米吼，攏係屯農民開作嘅，像我哋今年有400甲嘅安尼147嘅面積，除了阿爸以外，還有其他農民向下來種，也個我哋攏統一包裝啦，攏係用我哋見有打上147，美濃高雄147，也個第一個是標示產地，出米一兩米攏係對米農嘅農民種嘅，聽嘢以下呢高雄147這個品種，我哋打上品種其實有就是要確保說我哋包裝米嘅時間一個純度要夠。如果不夠，我們是會被罰的。按你的純度來講，有乜個標準嗎？標準就是說，我們147打上去的話，它每一包一定要80%以上。80%以上。但是我們的我們去送釀出來的純度是更好的，對，幾乎有時候已經到100%了。保證講，我哋當講米農夫買到的米，一定都會有個品種嘅，冇像其他地方買可能。個磨損還會爛到其他面，因為其實我哋種無嘅時間純度伊個田球地度裡可能本身就有當時以前一季留下來的谷啦，伊有時候的確會不小心有一些異品種，
嘿，所以一个纯度的部分，俺哋系呢屯农民固定去做，天咧希望伊嘅纯度可以保持。再来像阿爸讲嘅，养苗场的部分，俺哋嘛系指定单一育苗场，因为讲农民拿唔出用嘅，嘿，用嘅用从大规度种有冇？嘿，俺哋出就是这个风险就会很高。真是用的时间还看不出来，种下去打太之后，奇怪，然后147用拿到145嘅，还有再来出喺讲，俺哋数据嘅时间，割无机要只能专属割稻机。啊，系哦，咁嘛嘅，伊也会懒惰嘛，冇用啦。不有，因为伊喺割系囊丝的油毛，伊嘅机器底部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残留，嘿，所以俺哋出尽量干压掉，危险的因素有冇，会加以排除。哇，闽南的农夫安严格哦，真是冇看唔出来呢。就像俺看到的，有个标准上当个包装当个叫做打147，甚至于讲能个比赛米当个还会打上去哦，特别标准讲伊有个比赛的冠军的米，系咩啊呢？当然哦，原来阿伯个吼，他是精选中的精选，比赛米以米弄黑米一咧比赛得新血，他们是用量来换品质，所以原来比赛量过少，唔过原来品质就会更好。唔过我看到也现场底部也有个奇妙的东西啊，抢到一下菲林，也行系嘛嘅，其他看得出来系米啊，也系看可能应该系巧克力嘅种嘅吧，很像巧克力吼，其实伊含咧俺哋咧礼盒，147的米砖礼盒。有是种色神啊，底部打开来会是彩色的这样。也个喏，看可能经常人邮局嘅还原我都进步诶，系嘛嘅东西啊？佢嘛嗌嘛，嗰上我有一本，唔講嗌冇辦法。嘅嘛嘅东西可以同大家講下冇？佢係咧嗌哋農民咧米存折，米嘅都進步誒。米嘅都進步誒，底部存咧係米嗎？係，然係咧。叫估計時節，吼，以上我間今年留嘅米，要留一道起來，要先登記起來，採來出一年底部，出天天的量過一次。這個種嘅米，先留下來，這個量過一次，按嚟伊用伊哦。因為主要吼，我哋農民我哋設計嘛個好是147，我哋總公司所謂想，農民設計種嘅米，伊要囤消費者窮用嘅錢買過去，對人個廠唔係個公平啦，所以上我間照顧一些農民，因為人個身忙，我哋個認證管理，然後有一個147可以食，所以我哋出有農民只有以上嘅設計量米嘅，我哋出俾一個米鋪嘅，一個我哋一般人搶唔到。阿爸，按一本冇？米我嘅冠軍米哈，全部叫農夫去，我也對農夫賣貴嚟食。嗰種冇有嘅鋪誒。因為我冇吃緊咯。唔係阿爸演錄下嗰小時啦，嗰太師咧演出會留一個，嗰多年後會出會買留一本米鋪誒。原來安尼，嗰時阿爸唔知個食這個種嘅米啊，買係去農夫，哎呦，買我自家冠軍米。你這個唔會想講，這個種嘅留一些下來是這個。因為農夫同我百姓有契約，做唔得講我自家留起來。錯，飛廉頭先有講啊，有大一嘅契約嘅嘛嗬，嗰個大一嘅契約對農民朋友有乜嘅保障嗎？當然以種唔得總公量啦，所以一個我哋國家上輩數嘅計過好嘅家私去計數，係從我哋照顧下呢1公斤28。公量最高，叫公量最高一天價吼，出26個元，伊還有做面積去唔係講米咧弄26個，米公斤弄26。嗰個從農夫嘅打起又係米咧農民弄可以嗎？還係講佢有乜嘅方式可以申請呢？我哋出從年代嘅時間，我哋會先出用從大用以前吼，我哋出會先基本上出有可以做嘅農民，演優先，他們有優先的資格啦，先來搶。存咧，看我哋經驗面積，像我哋比如講我哋愛350甲、400甲，存咧面積，咱開放本一般以上愛來種嘅。原來安尼。唔過除了種米之外啊，我哋講更加農夫吼，含3萬、4萬吼，伊
发想各种的设计，讲咱的米有样板的利用吼，附加价值等等。我有看到咱今日带了有个点心，可以同大家小解一下冇？哦，其实呢，俺们呢，米的副产品啊，哈，嘿，因为跟是米的人只是某安多，啊，可是米的话，出国产米其实真的都很优质啦，所以俺们有请一些厂商来帮我们做一些代工，嘿，像一个米饼，它是无添加的。嘿，这2款，还有米香，嘿，它就是都是没有什么添加的那个点心。哦，你纯粹都係俺哋米原料係俺哋高雄147按嚟做出來嘅點心，嗰時候也算乜得蠻健康啦，冇加乜個添加物按嚟。哦，除了按嚟真是貴上來去吼，你農比看一下，還有那道冇用嘅俺哋米嘅產品呢，因為頭擺真是米是都吼，搶米。哦，俺能做出來辦呢，冇想到更加米還可以做出無共用安尼嘅點心，幾神奇呢！阿爸，安尼你自家種出來嘅米好食嘛？有試到也到無共用米做出來嘅點心冇？有，相當嘅好食。因為伊呀吼，米農去農會一個超市哈，我去買回來，做點看起來是做點心，阿爸，唔更加已經70人歲嘛，錯冇？你自家就按算講，愛耕田耕到1度歲冇？因為我耕田吼，我都盡量耕，我喺身體吼，耕啊到100歲就做得，就是我身體很健康哦，冇限制嘅年齡啦。哦，還做得同都喺夏天去耕田都錯嘅。哦，我都係喺同美農去農會啊，去推廣呀嗰個147兩子米哦，本全世界人地就本全世界人食啦。哇，真是談到有嘅愛情感動咧，比你能農比真是要扮演咧獎牌幫阿爸，真是人最佳的推銷員。哎呀！哇，觀眾朋友，談到一片係咪同嗰本啊共用感動咧？你看阿爸今日當忙三忙，當忙用心種出安好嘅米，農會呢也共用將安好米想辦法推廣俾更多人來試咯。今日啊，再一次感謝兩位帶來安精彩、安感動嘅故事哦，多謝你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有時間來米農了，來食下米農嘅嗰樣事情嚟關鍵米。好哦，講到一片啊，大家坐喺順人嘅幕咧，大家聽段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